咱来三个祈祷。亲爱的弟兄弟，阮搁一摆感谢你，互阮今仔日伫遮参加敬拜你。阮要对你的话来思考和平的代志。你知阮的世间偌尼需要和平，你知阮的生活中间阮偌尼需要和平，甚至伫阮的教会中间，阮真需要和平。天父上帝，求你通过阮今仔日对你的话所学习的，帮助阮会当活伫你的平安的内面。祈祷奉耶稣的名，阿门。要讲圣神的规矩和平吼，我大概拢会用迄个希腊文吼，甲英文甲迄个翻译迄个字的意思，我做一个 PowerPoint 就请你看一下吼。这和平平安吼，英语是 peace， 迄 serenity 啊 ，serenity 迄字是宁静啦，宁静。迄个Eugene Peterson 吼，伊的翻译的圣经是用这字 serenity。迄头前迄字一开始迄字吼，有人读做 Irene， 有人读做 Irene， 我唔知要安怎读。不要紧啦，迄是希腊文啦。总是迄字哦，我甲你讲，你迄个伊若甲提起来吼，变做 Irene。你有捌有人的名做 Irene 无？迄个意思就是和平的意思，是希腊文和平的意思啦。搁一个，我想咱大家拢知影，希伯来文 Shalom 平安吼，这是迄落啦吼。所有的你看英文、希腊文甲希伯来文，拢总一字若定。拢总字那点，敢若咱中文甲台湾话有和平甲平安，分做两款，这是真趣味的代志啦。我顶礼拜灵修会有小可去讲到和平的代志吼，和平这个代志吼，咱基督徒相拄的时候，拢问讲平安吼，要离开的时嘛讲平安，我感觉迄足好的呢。毋过咱无将和平摕来做互相相借问的话，我若拄着你甲你讲和平，你无事你今仔是安怎？好，无人讲和平，咱拢讲平安吼。照我所知，讲英语的人吼。我还毋捌拄着人甲我讲，拄着我讲 peace， 毋捌，因拢讲 hello 安尼尔吼，因拢讲 hello。毋过希腊人因的问候是安怎，我毋知。所以犹太人甚至真侪基督徒拄着人讲 shalom 就是平安的意思啦。那伫遮吼，咱来看和平吼。我拄仔祈祷的时候，咱世界就需要和平。圣神的规矩和平，我来讲哦，对圣经内底吼，头一个凶杀案，亚当的囝该隐杀死亚伯吼，迄个以后吼，人类毋捌无相杀，毋捌无冤家，这是历史真悲哀的事实啊！有一个中世纪的学者叫做 Will Luran， 伊上出名的就写一本西洋哲学史，你毋知捌读过这本册无？西洋哲学史这本册，伊研究这方面的，伊讲哦，伫人类的历史差不多3400年有记录的历史 ，recorded history 哈。有记录的历史吼，敢若8%世界真正无战争，敢若8%。3400年的8%几年，你知无？270年，甲无甲300年，3400年战争无战争，敢若8%尔。你看人类看偌是冤家吼。搁一项伊讲哦。伫这个历史上有8000条的迄个和平条约，都签和平条约。伊讲8000条拢总拍破了，无甲一条保掉。这若想着讲
咱台湾还佫一群人讲要甲对面迄个签和平条约吼，我毋知因偷甲歹去啊。这是人类的和平条约的记录呢，无甲一个手，香港就好啊，讲50年的，即嘛呢啊，因为这是真讽刺的代志啦。佫一项吼，我感觉我即几礼拜咧想和平的代志，我感觉咱个一个人，每一个个人吼。和平，咱实在无法度，你知影吗？你会当望和平，我会当出偌济气力，互这个世界较和平。我无可能呢，咱无法度通创啥，真正无法度创啥。你敢知影？诺贝尔奖内底有一个和平奖对无？你知影头一个和平奖当时发的，你知影无？1901年，就20世纪的头一年啦。伊是安怎坑这个诺贝尔奖，你知无？我大家的故事是讲，这诺贝尔吼，伊是科学家，伊一早起爬起来吼，看新闻啦吼，显着迄个因为外国的新闻哦，迄个所在过身的人哦，迄个敢若伊的迄个过身的代志消息，拢总放伫新闻的顶头，伊竟然看到伊家己的呢。Alfred Nobel， 伊就读讲就好啊，人写讲我伊还佫活咧，人就甲写，毋知谁甲藏的，伊就读咧讲哦，内底一项真要紧的讲，伊发明火药，伊发明炸药啦，赚足侪钱啦。伊想来讲哦，我若死去吼，世间人敢若会记得我发明炸药呢？我敢要互人会记安尼，所以伊吼将伊所有的钱拢摕出来捐，去做去设计的什物这物理赏啦，什物医学赏文学赏，佫一个就是和平赏。真要紧，伊发明炸药一定会战争嘛，所以创一个和平赏。因为20世纪的头一年的和平赏送互红十字会。送互红十字会，20世纪几个战争啊，2摆世界大战啦，吼，韩战啦、越战啦、中东的战争，这么济。21世纪，咱即马大21世纪，每年今年过了就过1/4啦呢。每年啦，25年就2025就1/4啦。对。7世纪开始，倒一就无战争。咱会当创啥？咱个人会当创啥？真正是真悲哀的事实啦。我感觉吼，老实讲，和平这项代志吼，咱会当做的真少啦。除了祈祷以外吼，敢若无其他的办法呢。和平吼，和平是两方上少有2方面的问题啦。你要伫迄个教会嘛有即个代志啦，也是团体吼。一个团体的和平也袂吼，是大家若要较约束家己吼，即个团体才会和平呢。若我要来甲恁乱吼，要甲恁乱还加足紧的呢，敢是安尼？我若真正要互大家安尼指挥口跳，会足简单的呢。要大家会协力，会安尼，迄只是无简单的代志，迄要真努力呢。无人会当互一个团体和平，每一个人拢会总是无迄落一个人会晓，连美国总统嘛无法度让互世界和平，敢是安尼？所以我今仔日要讲的这个圣神的轨迹和平吼，咱的圣经是翻做和平，我感觉和平这项代志，圣神的轨迹，我感觉换做平安较对，你知影？平安咱有法度家己做，和平无法度啦，咱无法度啦。我感觉平安较合伫咱圣神的轨迹，
你若无平安吼，世界袂和平啦。我若无平安，袂和平啦。但我伫想吼，保罗写伊当伊写希腊文啦。我相信伊想的是平安，因为伊所写的批信的内底，差不多逐张会请安的话拢讲稳定甲平安 ，grace and peace， 拢总差不多逐张批拢有即个请安、稳定甲平安，毋是和平。迄是翻译的问题，我知影。毋过保罗咧讲的是平安。保罗真差不多无去磕到和平的问题。迄个时阵的罗马咧管迄个所在，和平无和平，伊无法度通创啥。伊知影，伊毋捌讲。耶稣嘛毋捌讲。耶稣活的时代嘛是罗马咧管的，伊毋捌去磕到和平，总是哦，耶稣甲保罗拢有讲到和平平安的代志，而且圣经内底吼，耶稣关系平安的代志吼，敢若一章内底啊，咱今仔日读的约翰14章27节，约翰14章27节，这节是耶稣唯一讲平安啊，我。这个背耶稣讲平安这个代志背景，我讲真济摆啊。伊这个约翰14章哦，是伫约翰13章甲16章的中间，这3、4章哦，或者最后晚餐的谈话啦。耶稣甲伊的学生讲，我2礼拜前讲道的时候讲，耶稣知影伊伫世间的时间无济，伊足济代志要甲这学生讲。所以伊安尼直真足济，啊，拢伫这4章的内底。伊佫几这话讲了，佫几点钟久，伊就互抓去啊，互刑罚，互定死。我真佩服耶稣吼，伊有才调伫这个时阵吼，伊还佫有法度通讲平安，有法度通讲欢喜。joy， 特别互掠去修理啊，还佫伫讲 joy 甲平安咧。但咱2礼拜前有讲耶稣伫讲joy 啊欢喜的代志，今仔日咱来三角看，咱来三角看，伊讲的平安啊，这咧讲耶稣所讲的平安中，我确定会去磕着保罗讲的。咱来做伙看这个平安对咱的，咱今仔日会读的迄个。约翰福音段14章，咱对第25节开始读。第25节吼，耶稣甲学生讲：“我要佮甲恁做伙哦，我要佮甲恁做伙时，已经有将这个话甲恁讲。我拄好讲，耶稣知影伊的时间无济。”伊颠覆几啊摆，伫即几章的中间，伊讲我遮的话甲恁讲，还是讲遮的代志甲恁讲。耶稣讲足侪代志，啊！伫遮伊嘛是讲我从遮的话甲恁讲，讲啥？伊过落去讲圣神要帮助恁。伊讲伊离开了，圣神会来，吼。伫甲耶稣甲伊伫甲甲因讲。这啊平安，还是讲欢喜的代志哦。迄个以前哦，迄个紧张的气氛就伫遐啦。迄个紧张的气氛就伫遐。伫迄个约翰第11章16节了哦。迄个因为拿撒勒破病，啊耶稣因为犹太人的压力。带学生走去伫北平，伊离开迄个是非的中心，伊走去北平休困。听着讲伊的朋友破病，啊，伊伫遐佫加住2日。后来伊讲伊要去，伊讲伊知影廖雪路已经死啊，伊要落去要来。学生拢叫伊毋通啦，学生拢叫伊毋通，因知影去耶路撒冷真正是真危险。
啊，耶稣一直要去。啊，你知影多马安怎讲无？多马吼，一定是甲耶稣讲，你毋好去，你毋好去。耶稣一定要去。多马是11章16节讲，咱嘛来去甲伊做伙死。真正安尼讲呢？你真正要去哦？好啦好啦，阮对伊来啦。啊，咱拢做伙来死啦。你知影因的紧张偌紧张？到第12章的27节吼，27节，耶稣讲一句话，伊讲：即阵我的心乱糟糟，我要讲啥物？耶稣伊讲我的心乱糟糟，真少听耶稣会安尼讲呢。伊讲我的心乱糟糟，你就知影迄个紧张，迄个压力偌尔大吼。啊，到13章，耶稣甲因讲，甲学生讲，伊要离开，啊，才甲因讲，我要去的所在，恁即马袂当去，啊，后摆恁就会当去。我顶2礼拜前讲，因遮学生，互伊听到耶稣，真正是无啥啥，毋知影伊咧讲啥。啊，彼得讲，不管你去对，我嘛要对你去。耶稣话倒转来讲，你哦，你。加提以前你3摆毋信我，代志就是遐发生。你甲想法即个紧张的关系哦，耶稣还佫咧讲平安呢，耶稣还佫咧讲平安呢。第14章的第1节，耶稣甲伊学生讲啊，恁的心毋通着急，毋通不安。伊即个时阵，伊还佫咧安慰这学生。啊，过去伊讲平安的代志，照几项我要甲咱分享哦。迄个14章的27节，耶稣开始的时讲平安的代志吼，伊安怎讲？伊讲吼，这个我听一下吼，14章的27节，伊讲我将平安留互恁。我将平安留予恁，真笼统嘛，敢毋是吼？我将平安留予恁。总是你甲想即句话，你甲想较清楚吼。这学生甲耶稣做伙生活3年，耶稣讲我将平安留予恁，因知影耶稣的平安是啥物平安。3年的中间吼，伊毋捌看到耶稣。着惊也是紧张，毋捌。伊老神在在，华语叫做淡定，伊足淡定的。伊真正是，因为你要想，你拄着安尼真俗的代志的时，你的反应安怎？你的反应啊？你拄着安尼忽然间代志发生的，你会。普通拢有人的反应啦。我甲恁讲，我拢讲啥啦？我拢讲是啊是啊。代志若发生的时，我就讲啊是啊是啊。我咱呢，我一摆吼，正月初1，毋知啥物代志，我毋知。我讲啊是啊是啊，好叫阮阿嬷骂个呢。正月初1你都发死，这学生吼，甲耶稣做伙3年吼。因毋捌听耶稣讲是啊是啊，一定的，因知影的，而且甲伊做伙，因有安全感，伊有安全感。伊知影伊讲要留平安，互咱迄个平安是啥物款的平安？因有经验过，过去我将我的平安赐互恁，我的平安。伊家己有诶平安，啥物平安？咱今仔日黑英文，迄普通拢圣诞节在咧读诶，内底讲迄个婴仔要出世，伊诶名真济名中间有一个叫和平诶君王 ，Prince of Peace， 和平诶君王。以赛亚是安怎无用？听的君王 ，Prince of Love， 也是 Prince of Hope， 望的君王 ，Prince of Joy，
是欢喜快乐的君王。这拢会使用伫耶稣的身躯，已经 Prince of Peace。为什么？因为世间上需要的是 peace， 上需要的是 peace。耶稣伫遮讲，我的平安，和平的君王讲，我的平安要互咱，要互伊的学生，甲要互咱。伊是和平的源头，伊的和平要互咱。即款的平安，敢毋是咱平安？过落去耶稣讲一句话：我的平安，我的平安是啥物平安？我赐恁的平安吼，是毋是即世间得互人的平安？甲即世间得互人的平安无共款。即世间互人的平安是啥？耶利米先知吼，有一句话咧讲，迄个时阵真侪假先知啦，假先知麻痹。你知耶利米迄个时阵，伊直直讲巴比伦念伊要来甲咱攻击，为着安尼互掠去修理。总是有一群人直直讲无代志啦，无代志啦。耶利米第6章第14节讲，恁直直讲平安无事，平安无事，其实拢无平安。有真侪人伫咱拄到代志的时，要甲咱安慰，甚至用假的消息在甲咱安慰。有个人拄到袂平安的代志的时，啉酒、食药啊，甚至若有钱，摕钱去享受，想讲安尼会当得到平安。耶稣讲：我要互恁的无相款，无相款。圣经内底，咱要来开始讲保罗讲的平安。耶稣讲的平安，敢若遮尔。保罗，你知约翰在写这个约翰书，我捌讲过吼。保罗所写的吼，咱今仔日读保罗的迄批，拢伫约翰写约翰以前写的，拢伫四福音段写出来以前。所以保罗毋是有物件通通的，伊是拢对人听耶稣的代志哦。了后，伊去用伊用圣神的感动，伊写出来的物件。伊讲迄两款圣经内底有两款平安。我做 PowerPoint 就调两款平安哦。头一款peace， 头一款是 peace with God。我写迄个中文的标题是甲上帝和睦的关系，我应该写甲上帝和睦的平安啦，应该写甲上帝和睦的平安。Peace with God， 这是上帝的平安上帝的平安甲上帝和睦的平安迄是上帝赏赐咱的。有啥物条件无？无啥物条件。唯一的条件就是你爱信耶稣基督，你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的时，上帝下面，咱知影圣经甲咱讲，咱因为咱犯罪，咱甲上帝做对敌，总是因为耶稣的牺牲，咱甲上帝搁和好，就是迄个搁和好啦，甲上帝有和睦的关系。甲上帝有和睦，得到的平安 ，peace with God， 甲上帝对敌变做朋友。迄个第二个迄条件就是信，还是接受耶稣基督的救赎。我用的圣经就是咱今仔日读的罗马第5章第1节到第2节。既然咱对神称作义咱就当通过耶稣基督甲上帝有和睦的关系，这是 peace with God。这个咧，讲第2节讲，咱对神通过基督，通进入现在
你拢毋免等，你接受耶稣迄个瞬间，你就甲上帝搁好啊！你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的时，你就甲上帝有和睦的关系，马上会当伫现在就享受即个甲上帝和睦的恩典，搁去欢欢喜喜，望通分享上帝的阳光，这是 peace with God。搁一个圣经内底，搁一个是 peace of God， 上帝的平安，就是咱今仔日读，咱过来礼拜前嘛有读腓立比第4章第69到第7节吼，这是咱甲上帝搁好了后，上帝赏赐咱的平安，伫咱的内面的感情。伫咱的内面，你的 feeling， 你感觉上帝的平安，要得到这个平安，一定要先甲上帝有和睦的关系，若无你袂当得到这个平安。这是保罗伫腓立比第4章第69到第7节讲上帝的平安是啥？伊讲拢毋通看入什么？这咱顶几礼拜咱有讲，万事着用感谢的心祈求来代祷，将恁所求的互上帝知。将恁所求，因为咱已经甲上帝有和睦的关系，咱上帝毋是对敌啊，咱会当对伊讨咱的气，将所有的代志拼互上帝，互上帝知。安尼，上帝要赏赐咱超过人会当了解的平安 ，peace of God， 上帝的平安会当伫耶稣基督内面赏赐咱。这是保罗所讲的平安啦。咱会当安尼讲，当耶稣是你的救主的时，你有 peace with God。当耶稣是你的主的时，你有 peace of God。咱较顶的回应是，咱要唱一首诗叫做“免烦恼心平安”。恁大家拢知影迄条歌，恁知影这个故事无？这个后壁有一个足感动人的故事。这个作者是迄个叫做Horatio Spafford。真少有人有这个名啦伊是1928到1988伊是伫芝加哥做律师，是一间长老教会长老真虔诚的人。伊做律师赚真侪钱，总是真不幸。伫1871年芝加哥有一场大火，伊的财产烧足侪了，伊差不多共同要破产。财产损失足轻惨的，迄是1871的代志2年后，伊的夫人伊的太太甲伊本来伊要甲因做伙去欧洲佚佗，迄阵伊有4个查某囝，因要做伙去欧洲佚佗，总是因为伊有代志，伊走袂开，所以伊讲无恁先去啦，我后摆再来去我尾仔才去安尼。伊去迄阵无飞机啦，迄阵敢若船尔，所以因坐船过大西洋，伫大西洋内底去甲一只船相撞，迄只船因坐伊的某囝坐迄只船沉落去，4个查某囝拢死去，一个12岁，一个7岁，一个4岁，一个18个月，拢死去。因太太互人救起来，去到欧洲的时，拍电报甲伊讲，敢若2字 saved alone， 敢若我去互救起来，剩的4个拢去啊！你会当想伊的心情安怎？当然，伊马上准备要去欧洲找因某，要安慰伊的某。因为真好个所以伊坐船，伊甲迄个船的人讲伊的代志，大家真同情伊。
伊讲吼，恁敢会当甲我讲，咱的船哦，到迄个阮查某囝沉船的所在，恁甲我讲一下。啊，因有听伊的要求啦，因讲好啦好啦，所以因就看迄个大概伫迄个所在，到位的时间讲，就是伫遮啦。啊，当然伊伫遐真艰苦，啊伫遐对倒伊即4个查某囝，伊转伊的房间，伊写一首诗。有时咱经过，咱确定还要啉，拄着大火。财产拢共共要无诶，佫4个查某囝死去，还佫有法度写英语号做 It is well with my soul， 免烦恼心平安。你认这是 peace with God， 甲 peace of God 才有法度做诶代志。你若去看第27章吼，后半伊讲吼，上帝，我将我的平安留予恁，总是恁爱安怎？伫遮有一个命令，头前是耶稣的 promise， 后壁是耶稣的要求。迄个要求是啥？恁的心毋通着急不安。嘛毋通惊吓，恁的心毋通着急不安，嘛毋通惊吓。伫第14章的开始，耶稣甲伊学生讲：，恁的心毋通着急不安，同款是着信上帝，嘛着信我。要安怎得到上帝平安？毋通着急不安，信上帝，信耶稣，信靠了。头前是应允，后面是命令。顶礼拜咱伫迄个灵修会的时候。咱讲传道书，讲传道书吼，空语安尼怎吼？我真早以前吼，捌用传道书讲道，讲啥我袂啥会记，毋过我会记，我迄阵啊吼，毋知哪会头壳去想到即项代志。我在想讲，啥物是神？咱的生命内底，世间遮尔无平安，遮尔济代志，什么是平安？耶稣叫咱信，要安怎信？我用一个例吼，咱的生活吼，那像一个链啊，链啊在转。你愈无用哦，电啊转愈紧。总是讲，我毋是读物理的哦，毋过这我知影。迄个转真紧的链啊吼，上中遐有一点吼，咱目睭看袂到，迄点袂使震动。迄点若震动哦，规个链啊会散去，转愈紧哦，散着愈厉害，咁是安尼？安尼物理讲对无？迄个一点吼，迄是咱的信。耶稣讲恁爱信我，讲较简单，别做无简单呢。迄个中心点。我伫准备这个讲道时，我去读到一个项物件，你毋知捌听呀？我做 The Cushion of the Sea， 迄落我家去甲翻做迄落迄落中文安怎翻？讲海的垫子啦，咱咧坐迄落垫子，无啥对啦。迄个意思是吼，海吼，那足深的海吼，足深的海。顶头咧做风台吼，下骹拢无震动哦，下骹的水拢无震动，迄叫做 cushion of the sea。伫迄个深海的上下底吼，足深的下底，伊袂互顶头的风台影响。咱看海影遐尔大，总是伫迄个上下骹遐，有一项物科学家讲，迄叫做 cushion of the sea。
迄个物件伫下骹拢总无叮当，就是安尼，拢总安尼。啊，我佫有去看着吼，有迄落人用迄落潜水艇落去，迄落伫日本的边仔有一个种马里亚纳海沟，有1万几公尺的，我看了袂记，反正足深的就是啦。伊讲伫内底吼，遐石头啦，遐内底有的物件真少啊啦，有遐物件，伊讲遐物件毋捌叮当过。你捌来想安尼无？真正这是真趣味的科学知识啦。Cushion of the sea， 袂去互外界影响着，上帝平安。最后吼，我要互咱看，伫咱今仔日用的圣经几节，无耶稣这个伫迄个晚餐了甲学生的对话吼，咱来看第14章的上尾啊2节吼，上尾啊2节，我从迄个PowerPoint。第30，我用对照读较紧啦。第30甲31节吼，伊甲学生讲话讲了，要离开因食饭的所在。伊甲伊讲吼，我袂阁甲恁讲真济话，因为即世间的统治者得来啦。伊知影我无机会通阁甲恁讲真济话。世间的统治者就是遮要杀伊的人念伊会来啊啦。过去伊讲，因绝对袂当对我做啥物。伊知影人伫要甲杀，总是伊知影讲，因袂当创啥。毋过伊有需要去，毋过伊需要去是要互世间人知影我听爸，我有照爸的命令去做。伫即个时阵，伊有平安。伊阁用要听上帝命令做上要紧的代志。上尾啊，伊讲起来，咱来去倒去？来去红顶十字架，敢毋是呢？来去倒去？来去红顶十字架。你会当体会出来，伊的平安到什么程度？我想咱无真少人有法度遮平安啦。总是，这是咱来学习的啦。我坦白甲恁讲，我安尼甲恁讲吼，我嘛无自信，我家己做会到。到个第16章的第33节，20甲33节吼，这是伊这个了17章是伊为着学生的祈祷。规章拢为学生祈祷，了后伊就去克西玛尼洞掠去啊。第32节，伊讲吼，恁看时得要到，打已经到，掠伊人以外，恁会分散，逐人拢转去家己的所在，放我家己一个。其实我毋是家己一个，因为有爸甲我同在。这是伊上尾甲学生讲的话。过去伊讲我有将这个代志甲恁讲真济啊吼，是要互恁伫我的内面有平安。伫世间恁有苦难，毋过着勇敢，我已经赢世间。这是耶稣甲学生最后的讲话。要互咱有平安，伫伊的内面有平安。咱来参加祈祷。天父上帝，我感谢你通过主耶稣关系平安的教示。保罗对伊的教示所晓悟出来的神学，甲你和睦的平安，伫你的内面的平安，主，阮真需要这个平安。阮的世界嘛需要这款平安。
阮恳求你将即款的平安，赏赐伫遐领导者的、领导即个世界遮个人的中间，互因有对你来平安，会当互阮的世界得到平安。主，阮感谢你，你的囝将伊的平安互阮，阮确信，求你帮助阮信无够的所在。祈祷奉耶稣的名，阿门。